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3 M 新闻，我是嘉豪。这花莲县政府最近开始发放灾民逐户5万块的慰助金，早起真侪人就来领，有一寡灾民因为无身份证件，就要先去补办才会当来领。不过有这方面的居民也反映讲，因的主体也有受损，因也是受灾户，却是无伫咧名册内面。公所表示讲，目前有通报行踪经费发15户的救助金，也中央也建议这县政府呢，户口若准无伫遮，毋过人伫遮生活的灾民，同款也爱甲伊列入去较好。点钱的机器，下伫点钱，确定500无毋对。灾民手中这条钱就是花莲县府所发的慰助金。初三起开始发，真侪发放的所在早起拢是人，有人提前2点钟来到现场等。你是第一位来的嘛？怕人多了，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回去忙啊。发钱头一天，现场就状况，未少侪会灾民被走一抓，因为身躯无证件，爱先补办，也是找村长开证明，所以只好先回去。你的皮包丢掉了是吗？有，你基本上钱包跟这都没有。若无证件袂用领，县府原定的受灾户范围也无大马村、大华村部分的认知，引起部分灾户不满。县民部落青年组成的自救会更加讲要发起陈情，县府这方面赶紧来更新，甲2村全户拢纳入。县府跟中央说受灾户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法单来说，我们整个部落都受灾了，不论有没有淹水。8个村是全村来发放的一个原则。那另外大权大尽的一个民众的话，他如果不是在本来被划设的影响范围的保全户的话，但有实际的受灾状况，那请去公所办理相关的受灾登记。在公河乡地区，尽管已经做调整，也过红林镇部分只有登记里保全户会使领。三乡里有住户无来徛街也受灾，却是无伫这发放名册内底。镇公所先调出15户，发放每户2万块的急难救助金。实际上他们是受到财产的一个损害，但是在保全户的名单里面呢，始终没有他们的名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地方政府积极来向上级反映。补助是补助户籍的这个住户。但是真正在这边住的实质住工作的人员，请这个县府中央去考量一下他的这个认定的范围。中央是建议地方灾民标准会使从宽来认定，尤其是部分受灾户伫当地工作并无涉及，也应该做伙来考虑。另外，赈灾基金会也募着超过8亿4千万，第一阶段已经拨1亿6千多万，用伫死亡加失踪的救助，也有一个每户5万块的交互清理支持方案。基金会也讲，未甲善款交由地方政府自由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公路目前徛街拢变甲差不多啊，剩车路后远真侪烂土爱拼，希望会当互学生囡仔赶紧登去上课。即寡清出来烂土呢，会先车去指定的地点，日后看性质再搁摕来利用。全瑞车、千高车伫街仔路4架软来软去。花莲公路乡灾后的复原有新的进度，目前加护清土门已经伫中道进程全面完成，兵力和机具嘛转去车路和学校来清理。伫车路顶悬会当看到工作人员戴安全帽啊，咧伫正矮的水沟内面清土刷。太多了，人有时候会下去清啊，不然的话我用机器清会比较久啦。到初3为止，拢总清出来粪数量有65000吨。环境部讲，刷落来拢总有6个塔地场的规划，拢总会当塔的面积有30公顷以上，100万吨。目前救灾期间，先以塔起来为主，后壁土方再搁照性质再利用。它可能的去处会是往这个水泥业，或者是往农地改良或花地的填土。东灾区的公护商港和公护局中，嘛持续加紧清土门的脚步，小山梁和怪手一直学拢无停。除了国军持续投入复原的工课，嘛且教育部提关战级、派出长级入来精进协调所组成专案小组，各部会全力配合，让学生提早登去上课。每天至少都有100位国军弟兄进来协助学校的清淤工作，对学校的帮助非常的大。清淤工作大概已经到了8-9成的程度，我相信10月7号应该可以来让学生回到学校上课。那如果说真的是在10月7号是没有办法安置一个场地给灾民的话，我们还是趋向于来线上上课。配合使用灾民的公复大进国小，目标伫10月初7先线顶上课。卫福部当积极咧找第2收容站，方便灾民较近来刷过去。只要灾民完成搬迁，国军摒清去了，就会当随恢复实体上课。
包胶乳，包胶乳。曾靠塔湾民众热心捐的物资，但是嘛传出乱象。有志工在面册讲，物资仓库有一寡人是领了搁领，甚至大量去囤卫生纸含雅素罐，造成资源的分配有乱期的现象。重复拿的也很多。那你的立场会阻止他们吗？我们不会阻止他们，但是尽量就是请他们适量。加派警力维持交通的安全跟这个民众的安全。所有在灾区临时发生志工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马上可以请教这个警察。搜救行动搁在进行，马太安溪沙石场下骹的山林区，即马搁有6个人失联。桂林城表示讲，搜救人员含时间在逼紧，烦恼讲天气变歹会影响进度。不过伊嘛强调讲，搜救的工课绝对袂断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就是中秋连假，今早起花莲公路车头就出现志工路，人数有愈来愈侪趋势。地方前线协调所就表示讲，欢迎志工来到灾区斗3工，不过这拼出来工课已经做较差不多。目前上欠的就是有专业技术的志工，亲像做土水、做水电、做木工的师傅来到灾区斗协助。早起花莲公路日头赤炎炎，真侪民众早真侪装备到位，所来3工的中秋连假，公路车站志工人数一直增加进行。为了让志工有效来分流，出动军用卡车接送志工到各村庄，也有部分的民众拄到新的状况。家后面的那个水管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倾太多的水泥吧，那也不晓得有没有塞住，日后会不会很严重的问题产生，我们到现在都未知。行过1楼，因为经过淹水，可能管线有土刷塌掉咧，也是电路歹去。就算行过已经大体上完成这清理，对民众来讲要恢复使用，也是有一寡困难存在。发生洪灾之后，像是这样埋在地下的管线，就会非常需要专业技术来协助修缮。因此，现阶段大力征集包含水电、泥作以及木工等专业志工。来自高雄的志工团队原本做就是修理甲掠漏这相关的行业，加专业的拍照机，再来到灾区解决维修的状况。因为山内亲像排水沟、地下道这修理，拢更加需要专业的协助。他现在开始要有电有水，然后最好就是如果打厨的师傅跟水电的要能够配合。我是看到脸书的那个的大家的着急，然后我们就是也想要尽一份力。我们刚刚主要都是在没有电的插座或者是没有水的地方，的灾户。另外，徛过拼一段路了后，也有真侪烂土，也有本事贴喺街路，像大怪手这的重型的机械也真需要。你用人力挖有限呐，可是你用机具挖会比较快。我们就想说找一些朋友，然后也是做工程的，我觉得大家出一点爱心。今日一般的志工前进协调所建议，应伫中秋节先小可休困一下。另外，环境部是点说讲，若一般的徛街负责排垃圾水的这个边仔沟会使拍开，这部分相关需要外口志工协助来摒扫，安尼便扫才会通，后面就应赶紧来回归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志工内面也有真侪大学生烧酒去到花莲机关，真侪学校也拢表示支持，甚至会提供交通费用和保险等等。学校也讲，这是上届直接的教育，用亲身体验来实现公民意识。4家拢是6个门蓝图，清菜物件贴敢若山共款。9礼拜透早4点，台师大公领系的区有经地学长者到花莲公学上讲乌蓝图。我是挖其中一间寝室，一间寝室就需要大概10个人，然后一整个下午才有办法把土全部挖出来。我记得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是，能穿着布鞋走在地上是件幸福的事。也是9礼拜，当午正伫迄学生蔡成功暗时直接到公户，伫迄车站附近过暝了后，过港到步出站斗3工加入这个乌土的志工，由组织来分配工作。我从中学到蛮多的，像是一些灾难的时候要如何让人们团结，然后以及沟通到灾户里面啊，要如何分配工作，让谁开挖，然后谁把它铲上独轮车，再出去倒土这样。用行动参与，感受人心甲温暖，也有晓更加侪代志。为着表达鼓励甲支持，政大、台师大、台北大学这学校提供师生到灾区相关的补助。其中台师大靠校友支持，启动软用行动计划，除了交通保险甲设备，也有400块生活补助，进前期的也使补助。
结果没有想到我们PO出来24小时，我们就已经满额，就有200位学生就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也有15位的外籍生也参与。虽然中央前线指挥所查查讲，趁当地欠的是水电、土水这专业技工，无需要伤多人力。不过，有大学生决定查查暗头出发要去功课，拜六要尽1份的心力。我们希望能够外围部分比较交通比较不易达的，或者是还是需要帮忙的这些家户们，国小国中活动中心，希望我们这次下去是能够帮忙到这几个部分。台师大校务长林美君观察，社群媒体效益大，资讯流动真紧，少年人知影倒位所合作就会家己去。大学一直在推动社会实践，也有公平意识，学生用亲身参与来体现。记者综合报道。马太安溪崩山湖做大水了后，这水尾的爆发也拢放弃。目前中央安省伫咧水尾菜巴掌角太空包，也搁做临时爆发，有3条风扇。水利署表示讲，明仔载会完成第1阶段3公尺的花，卖互这水搁再流入去市区。那前内政部长李丰源警示讲，水头也搁2亿5千万吨的土沙，那种有地动或者是落大雨，就可能搁再出现崩山湖。中央表示讲，这确实是有风险，除了会加强爆发，也会做排水设施。伫咧城市连甲附近有新的热带扰动，会提早定出撤离计划。用空翕机翕溪床，当机构持续动工，暗坑已经带入去。伫马太安溪桥登去了后，第2星期暗坑变道，相关的工程进度是比官方预期的搁较超前。同款官工在整建的，搁有爆发的建地，设3个保护站，顶地太空包含临时爆发。水利署讲，初期的爆发稳固测试度的完工，会有基本保护。明天就可以达成这个第1阶段，就是3公尺土堤的建构完成。除非有大雨，否则是不会进入市区。第2阶段的加高在2公尺，还有这个喷混凝土，这个工作都会在下个礼拜6都会完成。林保署嘛密切地监测马太安溪水头的崩山湖，虽然上新的数据脱水量差不多是590万吨，水位和面积拢无明显的变化，但是前内政部长李丰源警告讲，若是有大水雨还是地动，恐惊会阁形成第2摆的崩山湖。中央嘛承认有风险，而且提出应对的方案，包括加固爆花、做溢洪道还是排水设施，减少崩落来时阵的大水量。只下来了大概7000万。大概还有2.5亿还在上面，它的整个山壁是不稳定的，所以再发生一次豪大雨，它就非常可能再崩下来。那它再崩下来，就会形成第2次堰塞湖。确实是有这样的风险。目前水利署也在加紧在堤防的这个加固。那希望能够有一定的保护程度。水利署明年底会分3阶段来清理，水尾600万方的土沙，主要是针对深水槽，但是花莲还未复原，伫像是在前后可能有新的热带扰动，无排除会影响台湾。中央嘛会定撤离疏散计划。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警告系统，比照地震的警告系统、国家的警告系统来处理。第2个步骤，我们建立了一个类似海啸才能发放的防空警报系统。虽然目前观察是对风台发展真不利，不过中央提出4点规划，唔但爱有警告和警报系统，嘛出动军警消，甲一个人大的老大人撤离到徛家2楼以上。若是老大人是住伫个1层楼的楼仔厝，会疏散到收容中心。其他民众爱强制对地内撤离，只要警报一发放，就禁止留伫个1楼。到时警察会每一间每一户去查看。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花莲光复灾前，行政院规划修正防灾特别条例，而且追加200亿的预算，把花莲灾区列入来。不过，国民党党团总调鲍君基认为这是中央的过失，就要启动国赔听书。行政院长对应态度回应讲，目前协助花莲用这追加预算效果是上紧的，和国赔是无冲突。花莲马大安溪崩山湖省长光复乡，总路热清调车山路南到滨东关，特别视察恒春东门溪地方池，搁再提醒高等政府应该重视治水防灾，而且爱确实替力民众。如果中央气象署发布的简报雨量很多，必须要撤离，一定要谦卑的面对老天爷，要撤离要干净，一定要非常完整。
对于花莲灾后重建，行政院规划修正丹那市风台特别条例，对加200亿预算纳入花莲灾区。不过，国民党团总调鲍君基认为，原因是中央部会所示应该启动国赔庭事，予灾民公道。国赔有国赔的法定程序跟条件，那对灾区的整个抢救跟补助有它急迫性的需要，所以这两个并不相冲突。如果提出一个以200亿规模为基础的这个追加预算，是应该能够在短时间内马上就来执行。对应台回应，目前协助花莲以追加预算效率上紧，甲国赔无冲突。有媒体人公布，江湖乡长林清水8月捌事件放山湖有风险的淫动，认为当时无得到中央的重视。现在目前不要用片段的讯息去揣测任何一件事情，那相关的调查。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相关的调查。现在最重要还是以救灾为主。有一个防灾的总署，统合中央跟地方的权责，台湾才不会在每一次灾害发生的时候都要从零开始。这一点呢，我们其实都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来接受各方的意见，再检讨。对于立委询问是不是未来会当成立组织单位统筹救灾事项，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会加强研究。若是国民党这个内政部延误发布红色警戒通报，达到13点钟才造成灾害。刘世芳前一天提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所有同仁记录，每回传真加通报有5届至7届以上。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苗栗市场发生乱杀人的事件，造成2个11岁查某囡仔和1个民众受伤。迄个时阵呢，这里长个安亲班老师是赶紧把囡仔疏开，而且有报警察。目前伤势较严重姓丁的查某囡仔已经手术好势，和9人受伤姓林的民众拢伫咧家护病房观察。警方表示，讲这嫌犯今年3月放关出来了后，逐个月拢有加强访视，下晡也已经依照杀人未遂等罪嫌，该移送苗栗地检署。现场记录器有翕到伫安全部县区的嫌犯，倒手提刀啊，抬伫路行放学的学生囡仔，伫超商前随机救一个查某囡仔，煞来对伊的胸坎堵一刀。一个安全班的女老师随向前救人，其他学生囡仔看这情形紧走，倒伫对面的里长有看到伊抬人的规个过程。他被人擦伤，我们是有心无力啊，我们只能等待救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医护专业，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救援。里长讲，当时伫门口甲林长开讲，听到对面学生囡仔喊休，赶紧去协助。县区的嫌犯先伫超商伤害姓齐的查某囡仔，尾仔姓林的查甫人向前走至，嘛去拄着伤。尾仔嫌犯佫走去超商外拄伤姓丁的查某囡仔。警方随后伫嫌犯住的所在抓着人，不过地方出现这种治安事件，造成每一个人心拢真惊。我觉得政府这应该要修法啊，像这种啊，不然这种放出来之后是不定时炸弹。嫌犯2015年犯下伤人案，今年3月才拄啊出狱，这届搁伫同一间超商犯案，造成3个人受伤，其中11岁姓丁的学生囡仔胸坎口拄着伤，转往台中中国附医救治，目前喘气血压稳定，伫监护病房观察治疗。苗栗县政府已经启动护童专案，要确保学生囡仔去上课甲放学期间的安全。我不认为这种炸弹很多了，这个五家戏五家姑爷，我认为也不多了啊。这真的是我认为他心情怎么样，报道怎么样，也不可以做这种事。那既然做了，他就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警方表示，嫌犯出狱了后，依照出狱人口管理办法，每个月会加强访视。另外，因为伊是毒品代管人口，每3个月拢会验照。这届刷过犯案，嘛当地查清楚伊到底啥目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顶个月，桃园市的桃园区发生天狗这社区群聚案件，昨日鼓山也增加2个个案，认定是甲这桃园区天狗这群聚是同一层，即马拢总有6个案例咯。另外有风声讲有市民无要配合消毒，搁要攻击这防疫人员。市长张善政就定下讲，依法上当会当罚到30班，也呼吁市民就要配合防疫工作。防疫人员伫街路伫清消，任何所在拢袂使绕沟去。顶个月，桃园传出天狗咧社区群聚的案件，这个月初二，搁增加2个鼓山区的个案。厝边头尾拢真有心去挨着天狗热。家里附近水沟最近蚊子很多了，室外啦、草丛都有蚊子了。为了卫生嘛，所以才要来喷啊。
龟山区这2个天高的确诊案例是同一家遐的人，而且是桃园头一个本土天高的个案的朋友，连判拢是桃园群聚案，和疫情按桃园区探到龟山区，群聚有6例，传出市民拒绝室内清消，甚至于哪像要攻击防疫人员。市长张善政讲，若是安尼，依法上当会当罚30万块。当时就是我们去做防疫清消的通知，那民众的太太，当下是有拿那个杀虫剂，就是有喷外面大概7、8下左右。民众呢要配合相关的一个化学防治作为，如果有拒绝规避或者是妨碍的话，我们将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最高可裁罚新台币30万元。卫生局讲，接续中秋连假，游园会继续清消客闸，呼吁民众一定要确实把家户内底的滋生源清掉，干那管仔内底积水嘛要倒掉，若查到积水会罚15000块。嘛提醒民众出门就要除药水、防蚊仔灯。若是有天高热的症状，要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查某人用假灵宝证甲人骗钱，这家长定金拢付啊，说是担保人，这灵宝就安尼先拍无去。社会局表示讲，这个假灵宝进前也捌安尼，目前有3人去哄骗，除了会依照之效法罚钱，即马要报警察处理啊。他是去网络上，然后去找我们的保姆有 PO 那种，就是合格，把它download下来。伫网络顶关找别人的灵母合格证书，然后甲身份证号码改造家己的，欺骗家长签约。高雄一名洗出来查甫人，伫7月份就摆用同款的手路骗家长签约，加在迄当阵保护定金。受害家长有向社会局检举，冇报案，请警察家己检视侦办。想不到这个假灵母唔知悔改，最近有一位家长已经付2万8，互假灵母落尾找无人。社会局表示，目前拢总有3个人受骗，敢若一位是已经先付定金。前几天我跟他联络，他有回，对，然后我是跟他承诺到今天晚上10点没有拿到款项就是报警，然后我其实也有告知他说我不是只有我。一般来讲，若是要申请补助，拢会找有保姆证的。但是因为最近这虐婴虐童的代志伤多吼，阮若是找家己熟悉的，也是人推荐的，较放心啦。啊，无保姆证嘛无要紧。民众认为找有合格证书的灵母来骗囡仔，佫会当请补助，想不到有人用假证件来骗人。社会局表示，高雄市目前合格灵母有3000多几，民众只要去网站，拢会当查到相关资料，而且嘛会当进一步敲电话去集团中心查。更加了解这个保姆以前，伊顾这囡仔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吼，还是迄个服务态度安怎吼？啊，还有签约的时阵，你应该注意啥物细节？啊，收费标准是安怎？这居托中心最清楚。社会局已经协助家长对这名洗出来的灵母提供伪造文书、甲早起罪，身份红头经的受害灵母冇报警侦办，同时按照离校法对假灵母罚6000至3万块。记者柯亚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这条新闻，这款的行为已经有几多年啊！有一寡病院是真恶挂号，着人伫咧网络顶头看广告，讲专门伫咧代替人挂号，甲人摕钱上无400-500块。卫福部长这赵宗良伊就指出讲，相关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医疗法，上悬会当罚到25万，而且也发函予地方卫生局加强稽查。直接拍出台大营总者医学中心的名，无限医师的日期，讲合作上紧隔工就会当挂着付，成功则收费。网络顶袂少代挂号的服务，每一笔的收费为400起跳。业者诉求会当替无熟悉电脑的长辈，也是无时间的民众服务，会当免费改期。这种的收费服务已经真久啊！这样不就是黄牛了吗？对不对？对呀，还是要自己去比较好啦。对啊。就算很难挂，你也是觉得自己去努力，自己去等这样。对，这样比较实在一点。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有人有这个需求。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还是他一定会转地下，还是有人需要，而且只是费用变更贵。那让有需要的人，他可能要代挂的代价更高。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收费的代挂号服务是违法招揽，违反医疗法当中非医疗机构袂使做医疗广告的规定，会当罚5万以上25万以下罚款。已经执行医事司请地方卫生局查处，若是发现代挂号是集团经营，会要求电商平台业者加封锁。初步了解，以个人经营的较侪。因为这一方面呢，破坏了分级医疗的制度，同时也衍生另外一种的不公平。所以会严查，那么让这个制度能够维持正常的医疗体系的运作。
代挂产业某部分也反映出民众的需求及困境，那应该会呼吁政府应该要严管非法代挂，并从加强教育、调整挂号措施以及修法3方面来着手。卫福部表示，除了就即马的法令来阻挡代挂号业者，嘛会观察个别病院总业新制实施了后，医疗分级敢有落实。若是半年后代挂号也正流行，也无排除针对无经过转诊直接去医学中心的轻症病人来加重部分负担，达到分级医疗目的。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昨有讲到台美关税谈判进度，强调台湾和日本、韩国是无同的，会提出台湾模式，甲台湾科航远古的经验搬过去，协助美国打造产业自立。不过，学者认为讲要做有困难，因为这资金、供应链抑个企业文化上是无共款的。另外，这台积电的股价无受到美国要求这晶片生产对半本的影响，股价共款称悬，连带影响到台股今仔日也创新高咯。台美关税谈判又有新进度，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初日表示，南方毋捌做过晶片对本这个承诺，佮要向美国争取土地、水电这个基础设施，伫当地投入台湾科学园区的经验，打造台湾模式的园区，协助美国打造产业社区。矽谷很成功，大家都想要复制矽谷或连接矽谷科学园区的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友邦甚至于跟他们有更好的连接来制造。我想，对于台湾的科学园区的发展，反而是更正向来发展。目前台厂去美国投资，包括德州、环球晶，拢已经伫当地设厂。鸿海嘛透过子公司伫当地购买土地甲厂房。另外，还有台积电去设厂的亚利桑那，拢引起讨论。特别是德州啦，因为我们很多组装厂都准备设在那边，它用的工程师人数可能会更多，组装的部分它可能更劳动密集一点，它或许有机会。在德州发展出像类似台湾城。学者提醒，若是要以台湾模式去美国，可能有3大难题。首先是美国即阵提出晶片对半本，估计爱投资5000亿美金。不过台积电目前承诺投资敢若1650亿美金，金额有差。过来就是台积电会当高效运作，主要是靠供应链随时支援。不过美国的产业环境分散，真歹随时配合。最后是台美劳动文化差真济，台湾责任制加班，伫美国真歹配合。不是只有技术还要包括这一种职场文化跟这种工程师的投入。如果说全部的在美方的制程是由台湾的工程师去处理的话，那这个可能又会造成我们这边的人才流失的问题啦。专家提醒，美国惯势的矽谷文化敢有法度接纳台湾的科学园区，是由政府伫后壁主导，是毋是会当生存发展，也是真大的变数甲挑战。虽然变数多，不过无影响台股持续创新高，大盘收伫26761点。台积电的股价收伫上悬1400块，也创下历史新高。记者采访报道。中秋连假苏运行开始，不过台铁下晡一个过路人撞入去新营到后壁这站的铁基路，去互自强号弄死。目前已经恢复这双线正常通车，但是有真侪车帮拢慢分。那行政院长杜英泰甲交通部长陈世凯下暗6点呢，也到现场视察这铁路公路办理疏运的情形。透过科技来分析之后，精准预估它什么时候会达到高峰。所以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是还是有很多突发的情况，我们也会做好最积极的应变的措施。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把这几次的3天连假运送的这个任务，在国人的期待之下，也在我们共同的邀请下能够来完成。咱讲到台铁今下晡呢，开始有真侪人坐车要登去故乡。台铁预估有85万外人次，高铁的部分呢，今仔日有超过30万人坐车。台铁高铁拢会因为这个人坐关系来开价加班车。咱讲到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国道1号和3号下晡落南的车拢变多。高公局也因为连假尖峰时间有施行交通管制，施行高承载，而且有甲一寡的交流道先拢关起来啊。后礼拜就是中秋，袂少人会去买这两人酥。伫咧中华有一间卖两人酥的店，中秋若到呢，人客就排甲落长。有的人是用椅仔占位，甚至会插队，人坐甲影响到附近交通。这附近的这店头和徛街是真歹出入。天才拍曝光，路就出现侪侪排队的人阵，拢是为着要买两人酥。大家透暝排队，现场状况嘛真混乱，有人用椅仔占位，甚至阁有人插队。
2小姐，我们都是11点半多来的，还有2点多、3点多，还有阿北是10点多来的哦。你要不要想清楚？你7点多才来哦，你确定你不走？彰化市一间两人书店生意真好，为着应付中秋订单，店头为9月14到10月初2暂停营业，初3开放现场买卖，车路边排队的人热长，唔但影响交通，附近店头甲住户嘛拢真歹出入。嘛是有影响啊，店门口口就拢有排队，出入较无方便吼。看到蛮多老人家带着椅子坐在那边，我也觉得蛮危险的。坐着没有，可能视线比较低，开车的可能会没有注意到。然后这边蛮多公车跟大车在跑的，也蛮危险的。面对这排队人阵影响交通，警察局表示会加强巡逻，而且要求店头爱做好排队管理。辖区排队名店不二黄蛋黄酥于中秋节前夕采买人潮络绎不绝，造成大排长龙。本所已编排巡逻同仁前往周边加强交通疏导、违规停车取缔及劝导排队民众注意安全。警察表示，已经加派卡手伫现场巡逻管制，呼吁民众排队嘛是爱守规矩，千万唔通乌白停车占用车路，则袂两人数也袂买到，等到因为违规先来接罚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中华丰原的汉堡村有业者拍算设饲料场，不过在地居民就质疑讲，这个饲料场呢正晚近邻家厝，日后这工厂若营运会有营业和噪音。下晡业者开说明会，居民是去到现场抗议，业者表示讲10多年前就甲这农委会申请目前也摕到建照，这饲料厂会照常起，也继续和居民沟通。手地说明会进前，中华丰原乡汉堡村的居民提标语在发抗议，因为不满饲料厂的业者拍算在当地设厂区，在说明会过程中，双方嘛开始在大细声。我跟你解释，我跟你讲数据。起码本身你讲的是无嘛，不能指明只能看我们说的。说明会落尾是无啥物结果就结束啊！汉堡村的居民烦恼新设的饲料厂区会造成环境的冲击，佮质疑选址的过程乌想。为什么这咱无爱去设伫较边啊？17线遐看无爱设，会设伫后边。警察局边啊，饲料厂这些工厂，因为它有粉尘爆炸的风险。那我们看到这几年几乎每一年都有饲料厂爆炸火灾事件。居民表示讲，这个饲料厂的位就伫汉堡村的中心，居民有300多户，而且嘛伫学区的附近，拄在烦恼讲引起污染，制作过程产生的营养，更有可能有公共安全的问题，要求业者把厂址刷到工业区。业者是提出资料强调讲，设备符合法规，而且讲因早就伫2010年就提到迄当阵农委会同意兴办事业计划许可。我们才2000多坪啊，依照规定是3000坪以上才接受环评，依法办理。没有，如果我们取得建造之前，他要环评，他不会发给我们建造的。是这个是农业部委托县政府发的建造。我们县府只能对它的用地，因为伊要用的是农牧用地。只能对它的用地来做一些容许这种许可。业者强调过程合法，今年1月的时阵嘛摕到建照，按算年底开工，用2年的时间完成。另外，中华县政府表示讲，目前正在进行用地审查的定数，嘛持续的要求业者要继续和民众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山球场60年的租约到期了后，市政府收土回来，变作是高岭自然公园。按算伫咧双十连假的时阵要来正式开放。公园处表示讲，因为这个公园就伫咧大庇湖水源保护区内有6大管制措施。不过，这管制标准和一般的公园来比呢是加正严，也引起民众的讨论。一大片修正经济草仔埔顶悬四界拢有2-3楼悬的树啊，通好秀亮，不时会当看到白灵狮伫草仔埔行来行去找食的。总面积70公顷的高岭自然公园，因过是高雄山球场，60年左右到期，市府首当来重新打造，准备初查要正式开放。不过公园处公告6大管制措施，其中一项禁止带宠物，是引起民众的讨论。因为已经有澄清湖了，那在那个地方你要把它开放成一种公园，但是又不想要规划一个所谓的说有希望运动的项目那一类。你有需要带宠物的，你就挑宠物可以去的就好了，因为其实公园很多，高雄绿地很多。
不见得一定要去那个。除了禁止传统物以外，也有禁止车辆铁马进入园区，袂当像卡拉 OK、拍山球、棒球等等。公园处表示，高岭自然公园伫大庇湖水源保护区内底，而且有真侪珍贵的鸟类生态，制定管制都是希望会当将人为的影响降到上低。如果开放犬只入内，一方面犬只排泄物恐影响草地使用及水源，令犬只吠叫与追逐也容易惊扰各种栖息的鸟类和动物。暂时大家会感觉是安那爱限制遮济，但是咱若是用一个我是要去亲近大自然的这个心态去看的话，其实这拢是足简单，咱本地就都爱做的代志。因为高岭自然公园定规原地都甲一般的公园无同，也照学会认同市府的做法，将规矩先定出来，呼吁大家来遵守，莫互真无简单，才建立起来宝贵生态，都安尼乌有去。记者看下朱教用高阳昌报道。有人客叫车，这司机煞无停伫指定的所在，司机等无到人客就取消行程，甲这人客收取消费，遂引起消费纠纷。消基会表示讲，差不多大家平台拢有家己取消费的制度，因也呼吁这主管机关呢，应该爱统一一个收费的标准。无论是通勤还是出外，随时使用轿车平台，都会当伫指定的地点坐车车里边。毋过嘛产生消费纠纷，消基会接到民众的投诉，在午饭时阵，司机无照指定的地点停靠，平台是采用卫星定位，难免会有差。系统也是显示司机已经到啊，乘客伫原地等超过5分，司机取消订单，乘客互人收取消费。业者的片面规定是不是在法律上面来讲，我们是业者的定型化契约的话，如果认为违反诚信原则，我们觉得这应该是无效哈。所以针对业者的这样的一个几分钟的一个计费标准，业者应该有更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这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订定方式。有无回应，乘客超时去坐车地点，合作车队可能会收一笔取消费，补偿驾驶的时间甲成本。行程取消费用是由合作车队向主管机关申报，拢有充分公开伫合作车队的旅客运送契约。公告之后，那我在使用这个服务，我知道会有这个产生，那这样都合理的。让他这一趟不会，譬如说短时间不会空跑，我觉得合理。消基会讲，取消费规范逐间无同，像有无是乘客伫预约行程了后超过3分钟，而且合作车队已经派车，乘客都爱付取消费。有时是为今年1月开始，若是乘客取消，也是超过3分钟无上车，爱付40块；若是预约行程取消，收费更较悬。Line Taxi 是规定，伫司机到位了后取消，也是司机等3分无看乘客上车，拢收40块。机场专车取消的费用更较悬。取消费用的机制，并不是为了要去惩罚消费者，而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机制去提醒消费者。今天你叫车之后，你要负起叫车的责任。消基会呼吁，对取消费主管机关应该积极介入，制定统一的另外收费标准，避免业者随便制定，并督促业者建立有效申诉机制，让消费者在权益受损的时阵会当得到救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咱厝内面这个家电，若阵歹去就唔通但会当修理就继续用，这是减碳爱地球的方式。这10月18呢是国际维修日，环境部有做一个全国维修地图，方便民众找到附近的维修站，也有33个维修团体响应，鼓励民众把这歹去家电摕去修理。师傅伫咧修理电锅，真侪家庭家电歹去，拢是买新的较济。10月份的第3个拜六是国际维修日，今年伫10月18。环境部循环署为着要推广修理代替单调，达成减碳永续的目标，所以鼓励民众厝内若是有家电歹去，建议先摕去修理，莫随单调换新。维修好了以后，你就不用买新的，所以可以减少废弃物，可以减少排碳量。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最省钱的方法。有维修社团公布，这几年来民众接修理的家电排名，第1是电风，过来是电锅甲吹风机。小家电维修所的创办人讲，真侪民众摕来修理的家电，拢毋是真正歹去，有的只是无食油、无电尔，简单修理就好，无需要换新的。环境部也表示，未来也会修订资源循环推动法。加入绿色设计的理念。有时候电风扇它轴心卡住了，你只是要喷 WD-40，让它除锈上油就会好了。有时候呢，换到了坏掉的灯泡或者是坏掉的电池，
他也差点把它丢掉了。所以我们很常收到这种，其实并不是真的坏掉。产品在绿色设计就要有导入这个易拆解、易组装那让寿命能够增长。第二个就是要有这个一定的年限之下要有足够的备品提供来让维修者能够更换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建议零件备品要能够规格化。今年的国际维修日，有33个维修团体斗阵响应。环境部也做一个全国维修地图网站，方便民众找到厝内附近倒位有维修站，会当把歹去的家电摕去修理。环境部也打算甲学校、社区合作开维修班，安尼后摆厝内有家电歹去，免靠别人，也会当家己修理，省钱搁减碳。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最近依然有机关提案，希望设台语实验小学。不过，县政府讲这实验学校数量已经进步，所以无法度办一个台语小学。那在地台语共学团家长就表示，尚无县政府爱规划宜兰乡的台语教材，保留地方的口口。那教育处是回应讲，因会研究甲规划。台湾各地拢有一寡特殊的地方腔，比如宜兰腔的老嫩会读作老嫩，也若酸酸软软会讲酸酸软软。最近宜兰有县议员提案，希望设立台语实验小学。不过宜兰县府以公办民营的实验学校名额已经满额的理由，表示无法度过来加设台语小学。在地台语共学团认为，就算讲无法度办台语学校，县府嘛应当规划符合宜兰腔、宜兰人文的台语教材，维护宜兰的特色。若是教材拢统一、拢共款用台语的教材，可能无法度把阮这个宜兰腔的特色放入去，所以阮的地方的囡仔可能对宜兰腔ក៏无遮熟悉。我就希望咱有宜兰腔的教材，这个宜兰腔真正是爱好好啊保存，这是种传统的物件，所以真正有希望，迄个宜兰腔的教材当继续传落来。提案希望宜兰县府推动成立台语实验小学的机关谢灿辉，对开发宜兰台语教材的议题嘛表示支持。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伊认为县市主管机关有这个义务来规划。绝对因是主管机关嘛，所以讲因有权利来做这个工作。宜兰腔是上珍贵的啊，如果若无这无延续落，后届无宜兰腔啊啦，后届拢国语啊。原来宜兰县教育处是回应讲，针对适合宜兰学生囡仔的台语教材，会过来研究规划看卖。语言这部分就是爱甲保留起来，另外就来推广像咱宜兰腔有宜兰腔的特色这部分我来研究看。另外，机关谢灿辉嘛要求县府若准无法度办台语小学，嘛应当先对全班来试办。教育处是回应讲，目前主要是以原地的台语教学，也有定进式台湾台语计划落去做，嘛有定期去学校了解辅导台语教学的情形。教育处表示，已经尽力落实台语的生活化，目前无设立全班的拍算。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宜兰报道。台东地上有一间庙，伫咧厝尾顶的这塔楼，30年前起的时阵有楼空无甲封起来，想袂到密报就来遮做收，数量有上千只遐济。当地这保育团体发现讲，这款密报是台湾的特有种，过食害虫，所以今麦要对因加强保护。伫咧地上乡的现天宫已经起30档啊，到即麦也未起好。伫厝顶的这个塔楼，一个挑工漏一空，因为管理员有一天发现，尾暗暝时阵有真侪密报会对这个坑内面飞出来，尾啊数量愈来愈多，庙方管理员认为密报代表福气，所以这个塔楼就让互因大。太子楼啊了，迄个坑有一年感觉我啊头啊一蝙蝠才出入，就去看，哇，规个拢总是蝙蝠安尼，带来福气安尼。对，迄这个特色就是。有福气的所在。当地保育人士讲，住伫咧庙内面的这款密报是台湾特有种的台湾叶片蝠，是国内原生种上大型的正糖的密报，会当帮助农民除虫害。尾岸保育团体也雇用红色的玻璃纸抓伫咧镜头头前，避免反射光去伤到密报的目睭，记录台湾叶片蝠伫当地行为路线。经过调查，这个洞内面至少上千只密报，因为附近拢是田，有真侪虫食，庙方国家塔楼互因大，所以变做一个族群。大概600到700只左右是台湾叶鼻蝠，那它大概是晚上黄昏的时候会出去，然后到白天的时候会回来。那其实我们上次带导览解说的时候，有带大家去看，其实还蛮壮观的。不过地上乡其他所在是正罕能看到这种规律的台湾叶片蝠。当地保育团体讲，
有可能甲车底被破坏、甲人为的干扰，抑个农药盐过度有关系。所落来会搁再深入调查，不过为了要互一般人会当改变密保是派动物的偏见，这么必要内面有些导咱的解说，希望互大家了解密保是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生物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美国国会两党针对支出法案意见不同，引起联邦政府暂停运作，到今是第3天咯。这75万名政府请的员工拢爱休无薪假，甚至因也开始烦恼讲，敢会变做是无头路咧。美国总统川普就讲，这个经济若准唔解决，就会对民主党的机构开始裁撤。另外一方面，川普想要扣别项的关税，一年挺好，互美国增加美金一条的收入。未来甚至有机会发2000块美金，给每一个美国人。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头一天，白宫预算管理局局长沃特就讲，必须爱先暂停，也是取消民主党州经费。就是参众两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加杰佛瑞选区纽约州，180亿美金交通基础建设的资金已经予法庭。能源部要300项勘涉减碳、空气甲水质改善、电网强化这专案，将近80亿美金的经费被取消。亚纳川普伫右派新闻频道 OAN 的专访时进一步讲，车里伊会甲沃特讨论应该爱裁撤倒一寡民主党机构，也威胁有一寡项目若取消就取消啊，以后也袂恢复。伊也发问讲，唔敢相信激进左派民主党，互伊即个将来唔捌有诶遮尔好诶机会。Well, there could be firings, and that's their fault, and it could also be other things. I mean, we could cut projects that they wanted, favorite projects, and they'd be permanently cut. 川普也伫即个访谈讲，新扣诶关税一年会互美国增加1条美金诶收入，未来上悬会使破发2000块美金互美国人。众议少数党领袖杰佛瑞车里伫国会头前向记者讲，民主党准备好随时拢会使甲任何人来协商。指控共和党和联邦政府关门，是因为因无想要为美国劳动阶级来提供健保。This is day 2 of Donald Trump's shutdown, but it's day 256 of the chaos that the Trump presidency has unleashed on the American people. 参议院两党议员计划初3下晡，搁再用投票来解决这僵局。共和党版本支出法案若想要过关，必须要有8名民主党议员来走票。也若民主党版的是需要有13名共和党议员支持。外界普遍预料成局的机会是增加。75万名联邦国员被逼休无薪假，也烦恼是毋是无头路。也若国会两党议员的薪水，政府关门期间确实会使照领。国视新闻王慧本编译。除了丹麦、挪威的机场，这回换德国的慕尼黑机场啊！伫咧当地时间初2暗时，发现讲无人机入侵，随后管制机构随甲这17个航班停飞，影响到3000多名旅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讲，这就是罗西亚想要甲这战争补好搁较大的。透早大门的机场，一台飞机停伫停机坪，本来应该透早起飞航班，拢临时停飞。德国慕尼黑机场当地初2暗时真侪间发现无人机侵扰，造成不少航班拢乱去。德国航管部门为暗时10点18开始限制航班起降，尾也宣布全面停飞，前后取消17个航班。15个航班改降德国的斯图加特、纽伦堡、法兰克福机场，也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机场，耽误3000多旅客行程，还有部分旅客规期困伫机场过暝，一直到初3早起才重新开放航班起降。这有若是伫丹麦、挪威传出机场去互罗西亚无人机侵入了后，搁再传出欧洲国家机场去互无人机扰乱。对这个代志，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2出席伫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国家峰会时，原来提出警告。The recent drone incidents across Europe are a clear sign that Russia still feels bold enough to escalate this war. And it was never just about Ukraine. Russia has always aimed to break the West and Europe in particular. 这场会议将近50个欧洲国家领袖出席，希望借由乌克兰累积的对战经验，强化欧洲防卫能力，并打造无人机墙来应对罗西亚的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先国家伫面对罗西亚无人机的时阵，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威吓罗西亚。罗马尼亚总统达恩表示，捌发现罗西亚无人机为乌克兰越界到罗马尼亚。若是阁发现有无人机侵入领空，会直接甲拍落来。另外，对于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讲伊是抓虎，罗西亚总统普廷初2伫索契论坛时阵嘛做回应。
воюем со всем блоком НАТО. И так двигаемся, продвигаемся, уверен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м. И, значит, это бумажный тигр. Что тогда сама НАТО? 普林表示，陆军因乌克兰境内拍出一条战线，不过北约的国家差不多拢伫协助乌克兰。若是有欧洲国家想要挑战罗西亚，罗西亚无咧睬，嘛会真紧进行反制。公司新闻单思彤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迄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6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个未来3天气象。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